Comment il est Taïwan? Bonjour Taïwan. Ni hao Taïwan. Taïwan你好。Ça va Taïwan? Bonjour Taïwan. Bonjour Taïwan. 越南時頭，啲遼寧王成84為嘅比賽，國際民眾當地籃球場學遼漢比賽。呢邊係1966年成立嘅中華飛鏢問題協會，也係遼寧王歷史長久嘅華人社團之一。不過，華人文化特色實越來越少，長春島發展中心別學吊燈嘅團結做係力量，也係中文教識度係結波壞壞嘅態勢。所以以前很多中文學校，列為學院。某年讀書倒閉了，關門都不是。呢邊係城堡嘅中華學校，差唔多有70年嘅歷史。啲遼寧王呢，以前呢差唔多有9間像安陽嘅中文學校。不過啲1956年代呢，因為學生嘅唔多，陸續來關閉。現下啲遼寧王呢，將傳到幾間嘅中文補習班。啲遼寧王學習中文也係合法，做嚟講係創業太門樣嘅，做幾件傳以來嘅。Aujourd'hui, 3 ans avant, on avait peur d'exprimer notre préférence chinoise. Et aujourd'hui, cela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prestigieux et les Français eux-mêmes partent à l'école pour apprendre le chinois. Oui. 就算一刻係要少數學習中文嘅關頭，不過大部分嘅詞彙場所、法堂都係多種族嘅環境。就算華人之間，相互也係講方言，更加唔是講方言嘅同化，只知道好多華人嘅傳統語言文化習慣。啲新一代嘅遼寧王華人神學，強強我看唔到嘅。遼寧王呢，大概有72萬嘅人口，其中華人呢，搶有2萬3人。雖然講呢，全島94%以上呢，都係信天主教嘅。不過呢，啲當年嘅半夜分別呢。華人較多嘅聖庇爾寺呢，都係當排場嘅慶祝關聖帝君嘅生日。華人咩特別邀請佢嘅好朋友，向下來到鴉片，來到鴉片向下釋法來聯絡感情。雖然講唔到鴉片，你看得到當中各種失蹤嘅人，無論係烹人、污人都有。不過對佢嚟講呢，無天作地，擘開很多關聖帝君。Parce qu'à la Réunion, on s'adapte quand même. Donc voilà. On dit c'est un jeu pour nous. Et non, mais depuis étant petit, moi j'ai toujours connu Kwanti et j'ai jamais raté un seul Kwanti et donc voilà. Et à l'intérieur, pardon? À l'intérieur, c'est Mauricienne公社。遼寧王行人做幾件無門前下同學，目睹服侍阿公婆拍一條相。關聖帝君信仰，這裡講係長春島嘅傳統文化活動之一。雖然後生人見但是唔了解，不過沙變作遼寧王電視台嘅焦點，甚至用特別節目嘅方式來收集一個重要嘅指點。一尖叫，再尖叫。因為因為佢因為話啦，中原語用文語用啲，對中原人十分尊敬佢，所以至今都好，任何嘅海外有繁榮嘅地方啦，都有關帝廟。家家戶戶更加為啲指點前，演到鄰國無理事實，以埋太太記憶奉立作，同時請專門嘅人寫上信徒嘅事業，來表示尊敬。聖誕節時呢，就會寫一條竹誒。就是。嗰個記啊，就會咩種唔對寫咧？就往全部係樣樣寫。上一輩我寫唐詩嘅人越嚟越少呀。也未到。係啊，上一輩我寫你咪冇簡單錢啊嗬。未簡單。係啊。我真啊好一啲吧。粵語居然。啲指點度有個辦法將學員換特殊字體，甚至安排精彩嘅舞蹈表演，來向後生人嘅參加。不過，一個傳統指點未來係未做得上述下業，實本人當少。會不會出困難呀？因為見那個強人啊，佢件事發譬如話，
因為佢都有死文冇嗰種或者中文嘅教育係咪？應該係啲佢都唔知，我覺得還有阿婆嘅，還有睇年代陣時還可以，還有啲把技術。一下條聯絡行業，啊法國人強樣拿法國護照，就算 TV 強約，唔過對阿美講嘅法，族群嘅文化習慣也掉，實際當成所謂族群嘅認同，也因為咁樣越來越唔正呢。下個節目蔡依卓、陳卷面，聯絡採訪報道。